筆記要寫雙標題，流量比而家翻10倍，我求你啦！你又想做好小紅書，可唔可以認真少少啊？你可唔可以對標題上一啲心呢？有好多朋友做直播嗰陣叫我去幫佢睇下，點解小眼睛成日都係得個位數呢？好啦，我去睇咗一下，內容係 OK 嘅，但係標題真係令我一言難盡啊！所以小眼睛少係有原因嘅。所謂人靠衣裝，標題同封面就係外表，你話係咪好重要呢？咁具體要點做呢？咁你就要認真聽啦。其實小紅書咧係有兩個標題嘅，一個咧係封面標題，一個咧係文案標題。咁封面標題咧係寫俾用戶睇嘅，因為用戶睇咗你個封面覺得吸引，佢先會點入嚟。咁文案標題咧，佢就容易被平台識別違規嘅詞語，所以咧標題要點設置咧？標題設置好咧係好重要嘅。咁我毫無保留咁同你分享我嘅經驗，呢兩個標題正確嘅寫法。第一個咧係封面標題，係用嚟吸引用戶嘅。你睇下你係咪先睇封面再睇文案？所以封面標題係好重要嘅，一定要有吸引力，佢先至會點入去睇。具體有3個點，第一點咧係熱點，第二點咧係痛點，痛點咧係直接秒殺佢嘅痛處，第3點係爽點。大家睇完都覺得好爽啊！用護膚嚟舉個例子，熱點陳慧琳喺屋企護膚用咗幾多錢？痛點點樣先可以令到皮膚透亮？爽點唔使使錢就可以令到你皮膚美白嘅3個小妙招。第二係文案主題，文案主題咧主要係俾系統捉關鍵詞用嘅，咁你一定要表明你講啲乜嘢，系統先會將用戶畫像推送俾你。咁點樣寫先符合呢？我哋可以用呢個公式：精準嘅主題關鍵詞加長尾嘅搜索關鍵詞，譬如美妝賽道啦，美妝前後對比啊，美妝測評啊。而長尾嘅關鍵詞咧，就係你去搜索某個主題嗰陣，佢會喺下面彈出嚟相關嘅內容，譬如女生護膚品必買清單，咁樣就可以滿足主題嘅關鍵詞，又有長尾嘅關鍵詞，咁先可以俾系統精準推送流量俾你。你學識未？如果未學識，你留言俾我，我教你。